紹埋呢條啦，最後呢條線啦。咁呢條線就係最後一條介紹嘅路線，就係上海地鐵10號線。咁呢條線就解決咗好多，即係6號線好多問題嘅，因為佢就外高橋嗰邊啦、外高橋啦、新江灣城啦，以至閔行啊嗰邊一直都係解決問題嘅。但係呢條線曾經有個意外嘅，就係追撞事件啦，但係到而家所以就再冇呢啲咁大嘅事件發生啦。咁我哋而家介紹埋呢一條線啦。好啦，呢條就係呢條上海地鐵10號線啦，咁就係由基隆道啦，以前就係新江灣城嘅，咁至到去虹橋火車站，咁有支線去杭中路嘅。咁呢條線解決高橋鎮嘅交通問題，咁舒緩6號線過分擠迫嘅問題，同埋分擔6號線喺外高橋保稅區嘅客流量嘅，咁令到外高橋保稅區嘅乘客減少依賴6號線啦。咁呢個6號線上次話過啦，4節車廂私營列車啦，全部啲車好細嘅啫，係啦。好啦，呢個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。6號線嘅擠迫問題由10號線去緩解。咁由於6號線嘅列車即係使用嘅車廂比較細嘅私營列車啦，咁而且只有4節車廂，咁對於浦東新區嚟講係唔夠嘅。咁所以10號線就舒緩咗6號線喺浦東新區嘅客量，同時亦都能夠服務喺楊浦區嘅新江灣城啊、五角場啊等等地區嘅交通問題。咁6號線上次話個問題實在太多啦，多到數唔晒。係啦，咁由10號線延到去浦東新區基隆路啦，就舒緩咗6號線嘅問題。咁同埋6號線上次話過啦，咁就叫被上海地鐵公司當係輕軌，即係輕鐵，咁就嗰陣時低估咗6號線嘅客量嘅，因為當時嚟到上次話過6號線嗰陣時，地鐵公司以為冇咁多人搭，之前原來係咁多人搭，低估咗個客量，即係地鐵公司計錯數咯。其實就係話，嗱呢個就係上海地10號線嗰個嘅路線圖啦。你望到呢個嗱，以前就係由新江灣城啦開去杭中路同埋虹橋火車站，而家延長到去基隆路啦。好，咁介紹一啲車站啦。咁呢個站就以前總站啦，新江灣城。咁呢個就係以前10號線嘅總站嚟嘅，咁就解決喺楊浦區新江灣鎮嘅交通問題，係啦。因為新江灣鎮就以前冇地鐵嘅，自從10號線出現就成為咗新江灣鎮唯一一個出行嘅交通工具啦。嗱，上次我係介紹咗2號客運大樓嘅，呢個係1號客運大樓，虹橋機場1號客運大樓。因為2號線淨係停2號客運大樓，唔停1號客運大樓㗎，而10號線係停晒兩個㗎。咁佢呢個就係位於虹橋機場1號客運大樓入邊啦，咁就連接虹橋兩個嘅客運大樓。1號客運大樓記住啦，1號客運大樓係轉唔到2號線嘅，1號客運大樓得10號線。如果你要轉2號線，去2號客運大樓啊，係啦。因為2號客運大樓，因為2號線得2號客運大樓先轉到，係啦。咁1號客運大樓只行靠直靠10號線嘅啫。所以呢條線咧可以話係，又可以話係連接虹橋機場兩個航站㗎，係啦。咁呢個站係龍溪路啦。咁呢個就係10號線主線同支線嘅分叉嘅。咁但係有啲特別嘅喎。由龍柏新村開過嚟嘅就停南邊嗰個月台，喺上海動物園開過嚟嘅就係停北邊月台。咁所以呢個站好得意嘅，用南邊同北邊月台嘅，中間月台嚟擺車㗎，係啦。咁另外啦，咁就呢個站好靚啊，杭中路，咁就係10號線支線嘅總站。咁呢個就係位於七寶鎮嘅閔行區嘅，呢個係啦。好啦，總結好短嘅啫。咁由於6號線嘅列車為4節私營列車，咁經常出現擠迫嘅問題啦。咁所以由10號線喺港城路站舒緩到6號線嘅擠迫問題，係因為6號線用4節列車私營列車，啲車廂好細好逼。
得4卡車，你係舒緩唔到個問題，所以由你10號線係用 A 型車嘅喎。你留意話10號線 A 型車，你6號線 C 型車，你睇下 A 型車大架啲，C 型車細架啲，係啦。咁所以10號線舒緩到6號線嘅客量嘅，係舒緩到嘅。咁第二個就係10號線解決高橋長期依賴6號線嘅問題，冇錯，因為蓋高橋嗰邊太大，你6號線得4卡車 C 型列車解決唔到。咁10號線 A 型列車解決到，有一個就叫高橋站，頭先冇介紹嘅，係啦，高橋站就解決到外高橋保稅區嗰個嘅問題啊。雖然6號線有南北兩個站，但係問題就係4節列車 C 型列車車廂太細，係啦。咁就係由於6號線已經負荷不堪啦，加上6號線當初只係輕軌啦，咁難以承受浦東新區嘅大量嘅人口，咁所以10號線嘅出現就舒緩到6號線嘅長期負擔，係因為6號線已經逼到爆，係逼到爆嘅，因為嗰陣時被低估咗個客量，地鐵公司低估咗個客量，以為6號線當初係好少人搭，點知係好多人搭，同埋越嚟越多。因為6號線越嚟越多好多嗰啲轉乘站啊，嗰啲站又係好爆嘅，所以6號線而家係存在住一個不堪負荷嘅問題啊，係啦，咁同埋6號線嘅問題實在太多啦，加上 C 型列車車廂偏細啦，未能夠承受到咁多嘅客量啦，而10號線係用 A 型列車㗎，咁解決到6號線長期負荷嘅問題係啊。呢個真係最明顯嘅問題啊！6號線你知唔知？上次介紹過6號線係4節車廂 C 型列車，車廂好細好逼。咁你話6號線頭先話過啦，低俾地鐵公司低估咗個客量，咁就係當係輕鐵、輕軌，即係輕鐵，係啦。咁輕鐵你都知個載客量唔會話好高，所以佢用啲車好細。係啦，8號線係咁細嘅啲車，不過佢仲差過8號線嘅，因為8號線都算好啲。8號線就7卡車，但係6號線得4卡車，仲差過8號線嘅，其實6號線。所以6號線嘅問題多過8號線好多嘅，係啊，一直都係有呢個問題嘅6號線，同埋。你私營列車喺浦東區點樣應付到咁大嘅人口啊？咁浦東新區咁大，你解決唔到嘅，用4節車 C 型車，但係10號線解決到喎？點解？因為用 A 型車，你睇下嗱，大家睇到個分別啦。一個用 C 型車，一個用 A 型車，咁就有好大嘅分別就係嗱。A 型車大過 C 型車嘅，係啦，嗱呢個就話俾大家知 ，A 型車大過 C 型車嘅，因為 C 型車啲車廂好窄嘅啫。嗱，我上次介紹8號線嗰陣時都係話過 C 型車係好細架，好細個車廂，好細好逼。6號線都係咁嘅情況，因為都係用 C 型車，但係10號線就用 A 型車 ，A 型車大架啲，而且車廂闊落啲。係啦，咁所以10號線就可以解決到6號線車廂偏細啦，解決車廂偏細啦，低估咗個客量啦，同埋解決到浦東新區大量人口嘅問題啦。係啦，係啦，好啦，成個上海地鐵系列介紹系列已經完結啦，介紹完呢條最後就完結啦。好啦，咁下個禮拜咁就同大家介紹。開一個新嘅系列，咁就上次就投票出嚟嘅，咁就係話介紹深圳地鐵，咁下個禮拜會同大家介紹深圳地鐵1號線由最細 number 開始嘅。好啦，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。